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婚林岛南有一位总铺师叫做郑心娥，甲人办桌办40档咯。伊见证办桌这个产业的起落，伊本身顺时代的变化，勇敢来创新，走出一条家己的路。 伫徛过头前，大埔旁做临时厨房开始料理。过去常在看到的办桌，即马伫咧庄脚所在时，咱来拿下咧看。一位坚持做办桌的总铺师郑心娥是岛南人，伊做这道差不多40年时间。进前1工啊2工，伊就会来咱主家遮住。较早算讲拢会住所谓通铺，通铺咱台语叫做总铺，到尾啊就变做总铺师，就变做安尼由来啊啦。27岁年，为着照顾亲人，决定回来故乡。迄个时阵是台湾经济当好的年代，当时真侪人会伫咧处理办桌，毋过师傅是愈来愈少。伊是阿妈好朋友，算讲住底我就2个后生，拢嫁娶，就是拢叫阮这桌子师来服务的。 办桌人客无过去济，郑心娥讲，伊嘛是坚持办桌，希望尽家己的力量延续这个文化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